们家里四姑女儿所娶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，都不及龅牙女哦。老太太这话可是骗了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时常在背后听老祖宗说宝姑娘好你。娘儿啊，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说喜就论
你说一句话，宋金生，就两开水吧，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金生，我比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谁在哭？快，从楼上滚上来！
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看，什么放心，不放心的？你胡说，不明白说话吗？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有错了吗？在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不明白说话。不但我凭着报废了心，而且连你对我的心都过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皮。好妹妹，你让人宽慰一些，皮是为好的。妹妹万岁！你再让我说一句话才行，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可以说？